出去多也，出去多也梵语，有两种的意思，一种就是多且多也就是出去多也，多且多。那么在秦方呢，如来这个秦秦朝的时代呢，翻译这个出且多也就是如来，也就是多也多，多也多，这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如来的意思。译文又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修切多，修切多，也侵犯呢这是善事，善事世间解，这是这个即数也多，这10号中2，这个10号中这有2个，何必